大家常告诉你坚果对身体有益，但这里有一个没人愿意大声讨论的惊人事实：厨房里一些最常见的坚果，可能正在逐渐损害60岁以上男性的勃起功能，同时升高血压，损害记忆力，甚至悄悄地伤害你的肾脏，从而损害记忆肾脏。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长辈以为每天吃这些坚果是在养生。我是高医师，过去30多年来，我一直在帮助年长的男性和女性找回卧室里的活力、精力和清晰的头脑。我不断见证的食物如何让人重获新生，而错误的食物又如何悄悄地偷走健康。如果我告诉你有4种特定的坚果可以平衡血糖、增强大脑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改善睡眠品质，你会怎么想？但几乎没有60岁以上的人经常吃它们。与此同时，另外4种被标榜为健康的坚果，实际上却在危害你的心脏，引发发炎反应，并干扰你的药物作用。你有权利了解其中的区别。在这个影片中，我将带你逐一了解这8种坚果，4种你不该再碰的，以及4种你每天必须选择的。这些建议简单，有科学根据，并且是专为60岁以上的身体量身打造的。最后，我还会揭露一种特别危险的坚果，它与肝脏损伤甚至记忆丧失有关，而此刻它可能就躺在你家的橱柜里。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订阅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专为像你这样的长辈设计的健康课程。如果这些讯息让你产生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并告诉我如何能更好地改善你的健康与福祉。好的，让我们从你应该每天食用的4种营养坚果开始。它们不仅仅是零嘴，更是针对心脏、大脑、精力和性功能的天然疗法。让我们深入探讨每一种，看看为什么在60岁左右，它们变得如此重要。第1种，巴西坚果 Brazil Nuts， 你的异固酮和甲状腺助推期。我还记得我的一位病人陈伯伯，他是一位60多岁的退休消防员。当他来看诊时，整个人筋疲力尽，思绪混乱，对生活缺乏热情且行动迟缓，这让他非常懊恼。他尝试过各种饮食法、药物和营养粉，但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找回往日的火花。看到他的综合血液检查报告时，我并不惊讶。陈伯伯严重缺乏硒 （selenium）， 这是一种微量矿物质，对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身体功能极其重要，但大多数60岁以上的男性甚至从未考虑过它。这就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我给了陈伯伯一个简单的任务，每天吃1颗巴西坚果，只需1颗，不需要处方签，也没有复杂的计划。3周后，他回到我的诊所，仿佛换了一张脸。他的气色红润，眼神变得锐利。高医师，我不知道那颗坚果里有什么，但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他笑住靠过来说道：“这就是巴西坚果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坚果是世界上硒含量最丰富的天然来源，单单1颗坚果就能提供你每日所需量的锌130%以上。此外，巴西坚果中的硒是与有机分子结合的，这使得它比合成药丸更容易被你老化的身体吸收和利用。控制从情绪、记忆到新陈代谢和能量水平等一切的甲状腺素，都需要依赖硒来运作。随着年龄增长，甲状腺功能往往会减慢，这会导致体重增加、手脚冰冷、疲劳以及失去年轻时的活力。但硒能从内而外支持这项功能。还不仅如此，合成异固酮也需要硒。大多数男性并不知道这一点。低异固酮的影响不仅限于性欲，你的肌力、睡眠、动力，甚至保持思绪敏捷的能力
都会受到影响。巴西坚果能微妙地帮助你的身体自然且安全地制造和管理这种重要的荷尔蒙。然而，真正让这种坚果与众不同的是它保护神经的能力。巴西坚果中的脂肪有助于保护你的水鞘 myelin sheath， 水鞘是包覆神经的保护层，能维持你的反应速度和动作的流畅性。没有它，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会变慢，并失去对身体曾经那种熟悉的掌控感。随着年龄增长，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持水鞘的完整性，而巴西坚果直接有助于此。但我现在必须经常提醒我的病人，多病不代表好。长期摄取过多的硒可能会有毒性，因此我建议每天食用不超过1到2颗巴西坚果，细细咀嚼，并最好将带壳的坚果存放在冰箱中。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却能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你不需要罐子，你只需要像陈波布一样，有纪律地运用大自然的智慧。如果1颗坚果就能保护你的神经，提升异物酮并活化甲状腺，试想一下，当你将下一种坚果融入日常生活时会发生什么？我称它为大脑和骨骼的沈默守护者。然而，大多数长辈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错过了什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二种杏仁 almonds。作为大脑和骨骼的守护者，杏仁有一种极其令人安心的特质。也许是因为它淡淡的甜味，或是每一口咬下后那种熟悉的酥脆感。杏仁总是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他每天早上总是坐在窗边，放入一小碗生杏仁和一杯热茶，他从不间断。孩子，这些小东西让我保持敏锐，他过去常这么说。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但现在钻研了几十年的抗衰老医学后，我知道它是完全正确的。杏仁是被低估但对长辈健康最有效的盟友之一。它们不只是零食，它们是你大脑和骨骼的日常防御机制，而这两者是你老化身体中最脆弱的部位。首先，让我们谈谈骨骼。60岁以后，特别是65岁以后，你的骨质密度开始显著下降，骨折需要更长的时间愈合，跌倒变得更加危险，即使是你的意外，也可能需要数个月的休养。1/4杯的杏仁含有将近100毫克的钙，然而让它们与众不同的是镁。镁的功能就像是交通指挥官，它帮助将钙质输送到骨骼中硬去的地方，而不是让钙质堵塞你的动脉。杏仁同时含有钙和镁，这在单一食物中是很少见的。现在让我们谈谈大脑。我每年都会遇到越来越多害怕记忆力减、退肾与心脏病的患者，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和脑雾，它们不仅仅是带走你的想法，它们还偷走了你的独立性。然而，杏仁是抗氧化剂的绝佳来源，特别是连皮一起吃的时候，那层薄薄的褐色外皮中的类黄酮与维生素以协同作用，有助于抵消使脑细胞老化的氧化压力。事实上，根据塔夫茨大学 Tufts University 的研究，经常食用杏仁甚至可能延缓认知功能退化的速度。还不止这些，每份杏仁含有3.5克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对抗便秘，这是近半数长辈每天默默忍受的问题。虽然听起来不光鲜，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排便规律对你的情绪状态有深远的影响。消化系统的影响比大多数人知道的还要大。从你的精力到情绪，我通常建议每天吃15到20颗杏仁，一定要细嚼慢咽，
选择无盐的生吃或烘烤皆可。这一步很关键，特别是对于有吞咽或牙齿问题的长辈。慢慢来，养成正念饮食的习惯。我告诉我的病人，你不是在吃坚果，你是在投资未来的行动力、清晰度和尊严。杏仁是你沈默的守护者，当你将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察觉到变化，更美好的日子，更敏锐的思绪和更稳健的步伐。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坚果长得像你的大脑，而且它可能是增进血流量、避免记忆力丧失，甚至促进良好睡眠的最佳天然食物呢？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种核桃 （walnuts）， 大脑的首选食物。我永远会记得那一刻。几年前，我看了一位病人林老师，他是一位70岁的退休音乐老师，刚失去妻子。除了悲伤，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问题。他会弄丢钥匙，忘记名字，有时开车回家会迷路。当我们在他家时，他从厨房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罐，里面装住核桃。我在某处读到这对大脑有好处，而且它们看起来也像大脑。他看着我说道，这句话留在我心中，不仅因为它是准确的，更因为林老师试图用他平静、坚定的方式保护自己，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核桃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仅是零食，它们是大自然中最强大的补脑食物之一。是的，它们在结构上类似大脑，但它们在化学层面有更深层的影响。亚麻酸阿拉是一种植物性 Omega-3脂肪酸，在核桃中含量丰富，有助于脑细胞膜的发育和维护。随着我们老化，这些细胞膜会变得较无弹性，神经元之间的沟通变慢，记忆力变得模糊。然而阿拉能维持这些连结，而这只是开始。核桃富含多酚，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降低神经组织的发炎反应。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发炎是认知、记忆和专注力的隐形杀手，它是阿兹海默症和失智症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与许多其他食物不同，核桃针对的是发炎的根源。根据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每天仅食用 1.5 盎司约42克核桃并持续8周的长辈，在思维灵活性和处理速度上显示出可量化的提升。这些数字不是随意的，这就是记住生日、听懂亲人的笑话或能延续话题之间的差别。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外，核桃天然含有褪黑激素，这是身体用来控制睡眠的荷尔蒙。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体内的褪黑激素水平会下降，导致失眠和恢复速度变慢。许多我的老年病患只需在晚餐中加入一小把核桃，就能更快入睡，醒来时感觉精神更饱满。通常我建议每天吃7到9个核桃瓣。为了保存其脆弱的油脂，遇热或光容易变质，请将它们冷藏保存。另外，不要担心外皮的苦味，许多抗氧化剂都存在于那里。把每一口都当作是一小剂的保护药方。林老师继续每天吃核桃。虽然他仍然很想念妻子，但他最近告诉我，他感觉自我意识稍微增强了，记忆力更清晰，专注力也更好了。核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微妙地协助你的大脑，那是你最宝贵的资产。如果说核桃是大脑的食物，那么下一种坚果就是同时照顾你血糖、血压和视力的无名英雄。
大多数人没注意到它，但当你看到它的功效后，你会对它刮目相看。让我们来谈谈第4种开心果 pistachio 血压、视力和糖尿病的防护罩。小时候，我爷爷在厨房柜台上放置一个古董碗，他每天都会坐在扶手椅上，抓一把开心果，一颗一颗地剥开来吃。那时我没多想，那只是一位老人的平静习惯。但现在我们对抗衰老和营养学了解这么多，我明白他的做法非常明智。在不知道科学原理的情况下，他正在保护他的视力、血压，甚至控制血糖的能力。那碗开心果不仅仅是零食，更是日常的防御。毫无疑问，开心果是长辈最被低估的超级食物之一。它们经常被更耀眼的选择所掩盖，但它们的功能性远远弥补了名气的不足。首先，每份含有约285毫克的钾，它们是钾含量最丰富的坚果之一，这比许多水果和蔬菜都要多。钾对于维持正常血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60岁以后，当我们对盐分的敏感度和血管硬度倾向增加时。对于试图自然控制高血压的长辈来说，开心果是一个聪明且安全的盟友。此外，它们富含叶黄素、乳糖和玉米黄素、肌上肽这2种强效类胡萝卜素，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这些物质会在视网膜中累积，有助于阻挡有害的蓝光，从而减缓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绝非小事。视力丧失是老年人最害怕的疾病之一，而开心果提供温和稳定的支持，让你的世界保持鲜艳清晰。但最重要的是，开心果对控制血糖有助意想不到的好处。由于其天然的低升糖指数低和每盎司约3克的纤维，它们有助于稳定胰岛素水平，减缓消化速度，并减少餐后血糖飙升。每天只需添加少量的开心果，就能对数百万患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长辈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用它们来替代过度加工的含锭时。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上的优势。食用带壳开心果时，剥壳的过程会减慢你的进食速度，这让你的身体有更多时间感受到饱足感，从而更容易防止暴饮暴食。此外，空壳作为一种视觉提示，让你可以监控摄取量，而不需要量杯或计算卡路里。这将吃零食转变为一种平静的冥想练习。我通常建议每天吃49颗开心果，或约1盎司，最好选择无盐或微盐的。如果你有关节炎或手部无力，为了让剥壳更简单，可以寻找那些自然拌开的开心果。开心果提供了独特的组合、口味、营养密度和药用价值，它们支持你的心脏、眼睛、血糖以及对身体的掌控感。然而，问题来了，除了这4种能改善健康的坚果外，还有其他坚果可能会在60岁后悄悄破坏你的健康。那些看似无害甚至健康的坚果可能会引起发炎、升高血压、干扰药物作用，并导致脑雾。你有权利知道它们。接下来我也将解释要避开哪些坚果，以及为什么它们可能弊大于利。请继续关注，令人震惊的事实即将揭晓。第1种，花生 peanuts 发炎的不定时炸弹。我永远会记得张伯伯走进我诊所的那一天。他是一位自豪的72岁退伍军人，对自己活跃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然而，他表示最近感觉有些不对劲。尽管生活方式没有重大改变，但他总是感到疲惫不堪。
他的关节比平时更痛，血压也逐渐升高。当我们讨论他的日常生活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几乎每天都吃花生当零食。我想他们对健康有益吧？他问道。那个事件让我意识到，我们对理所当然的食物仍存在多少误解，特别是花生。事实上，花生并不算是坚果，它们是豆科植物，生长在地下，这造成了所有的差异。由于生长方式的缘故，花生特别容易受到霉菌和一种称为黄曲毒素阿弗拉辛的毒素污染。这种霉菌看不见也闻不到，它无味且隐形，但会随着时间在体内累积，损害肝脏，削弱免疫力，甚至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老年人对这些看不见的危险特别敏感，因为他们的排毒过程会随着年龄自然退化。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许多人即使没有过敏，也会对花生产生发炎反应。这种轻微持续的发炎会影响心脏、关节，有时甚至是大脑。像这样的发炎并不显眼，它需要时间才会显现。然而，它会逐渐且隐秘的累积，造成心血管压力、脑雾和关节炎发作。花生有可能加剧老年人已经经历的僵硬和疲劳，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盐分是另一个因素，大多数市售花生都经过烘烤，有时盐分过高。对于超过60%的65岁以上正在控制高血压的长辈来说，这些额外的钠质会让问题恶化。当你加上市售花生酱中经常包含的氢化铀和糖分时，一个简单的零食就变成了每日的风险剂量。甚至连天然花生酱也不能幸免，因为花生含有大量的 Omega-6 脂肪酸，它们会扰乱你体内敏感的 Omega-3与 Omega-6 的平衡，而这对减少发炎至关重要。在老化的身体中，单单这种不平衡就会损害血液循环，并降低整体的恢复力。此外，花生含有某些物质，特别是维生素，可能会阻碍抗凝血剂和其他药物的吸收。对于许多正在管理多种处方药的长辈来说，这让药物管理变得比现在更加困难。我不是说每个人偶尔吃花生都要惊慌失措，但如果你超过60岁，并且经常使用，你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同样令人愉悦的酥脆口感，可以在更安全、更具支持性的替代品中找到，而没有这些毒素和发炎的风险。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名单上的下一种坚果除了升高血糖外，还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引起消化问题，甚至让老年人面临危险的枪壳风险呢？它是市面上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让我们更仔细地解释它。第二种，腰果 cashews 肾结石和血糖的陷阱。几年前，我有一位病人叫美姨，她70岁，充满活力、风趣，喜欢为孙子们烘焙甜点。在她抱怨疲劳、胃痛和血糖突然飙升后，我们调查了她的习惯。令我惊讶的是，腰果频繁出现在她的餐点、果昔，甚至是她包里那些所谓健康的燕麦棒中。你知道它们很健康吗？她问话时，表情充满希望。我想起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出于善意的决定是多么容易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刻留在我心中。腰果可能很棘手，它们伪装成口味温和、口感绵密且健康的零食，经常出现在健康食品店。然而，腰果隐藏住大多数人，特别是长辈并未意识到的危险。首先，让我们谈谈血糖。腰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较高，每盎司约9克，并且具有明显的升糖效应。这意味着它们可能导致你的血糖比预期更快升高。
对于48%被视为糖尿病前期和25%已被诊断为糖尿病的长辈来说，这些微小的飙升会累积起来。更甚者，这种伤害通常是无声的，直到后来当疲劳、脑雾或下一次回诊时，血糖水平恶化等后果显现时，你才会注意到。此外，腰果是肠道中草酸盐 oxalate 的重要来源。这些天然存在的物质会与钙结合，使你的身体更难吸收这种重要的矿物质。这对于已经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症和钙质缺乏的老年人来说变成了一个问题。更糟糕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草酸盐在体内累积可能导致肾结石，这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常见且危险的痛苦疾病。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另一个担忧，特别是对于有吞咽问题的长辈。腰果光滑且弯曲，出乎意料地容易被误吸 aspiration。在所有坚果中，腰果实际上是导致腔咳事件最常见的坚果之一。那种令人感到安慰的奶油质的，它也可能变成一种沈默的危险。最后，还有加工问题。大多数人不知道生腰果是有毒的，它们含有一种与毒藤 poison 中相同的物质7酚 urushiol。为了使其安全食用，需要经过大量的加工、蒸煮、烹饪和去皮。这过程中，许多天然营养素都流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美味的坚果。对健康几乎没有好处，有时甚至会造成伤害。因此，我建议长辈们用杏仁或核桃等更安全、更有益的替代品来取代腰果。第三种，夏威夷豆 Macadamia nuts， 沈默的体重增加者。吴工程师，一位60多岁的退休工程师，是我的病人。他对自己的作息非常严格，头脑敏锐，并且非常有幽默感。然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吴工程师开始缓慢而悄悄地变胖。他在饭后经常感到昏昏欲睡，血压也逐渐上升。当我们坐下来检视他的饮食时，他笑着回答：“您医师，我不吃太多垃圾食物，但我每晚确实会犒赏自己一些夏威夷豆。我想这对心脏有益吧。”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需要谈谈夏威夷豆是一种奢侈品。由于它们滑顺的质地和浓郁的奶油风味，它们看起来很颓废，像是理想的健康享受。这也是它们经常被销售的方式，特别是在高档健康食品圈。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夏威夷豆每一口都含有大量的脂肪和卡路里，特别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仅1盎司或一把就含有约200卡路里和22克脂肪。对于60岁以上、新陈代谢自然变慢且可能活动量较少的人来说，这累积得很快。即使你不觉得饱，你也摄取了相当于一顿迷你餐的热量。我称之为沈默的体重增加。它毫无征兆地出现，没有暴饮暴食，没有甜食，只是一种难以停止的逐渐上升。但体重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夏威夷豆每盎司含有近3克的饱和脂肪，是所有坚果中最高的之一。那种类型的脂肪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 （LDL） 胆固醇，并给老化的心脏带来额外的负担。这种脂肪不仅对已经在处理血压或胆固醇问题的长辈有害，它还会悄悄地抵消你的健康成果。再来是胆囊的问题。许多老年人患有胆结石而不自知，饭后他们可能会偶尔感到腹胀或不适，但没什么特别令人担忧的。由于其高脂肪含量，夏威夷豆可能导致这些结石移动。
引发剧烈的疼痛发作，可能需要手术或挂急诊。我看过这种情况发生多次，通常当事人并不知道问题正在他们体内形成。不可忽视的还有口腔健康。夏威夷豆尖硬且致密，对于有牙冠、牙桥或敏感牙齿的长辈来说，咀嚼可能会有危险。我看过有人因为这些坚果咬坏了牙科修复体，导致昂贵且不舒服的牙科治疗。这是我总是告诉病人的，尽管夏威夷豆价格昂贵，看是一种小小的奢侈，但它是一种会逐渐渗透并长期滞留的负担。其他坚果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而不会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压力。虽然夏威夷豆可能会让你感到沈重，但我们名单上的下一种坚果甚至更令人担忧。它有点油腻且经常被忽视，然而它可能会造成奇怪的味觉障碍，与药物冲突，甚至导致老年人严重体重减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有多麻烦。让我们来谈谈第四种松子 Pine Nuts 药物干扰者。刘奶奶是几年前我看的一位病人，74岁的她对自己的健康体贴且谨慎。她喜欢尝试新食谱，每天散步并记录她的处方药。有一天，她带着一脸担忧走进我的办公室。医师，所有东西尝起来都有金属味，刘奶奶说道，连水都有令人不快的味道。这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了。我们最初检查了药物、消化和水分补充，但没有发现任何异状。接着他提到饮食中新增的一样东西，自制的松子青酱。那一刻，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尽管体积不大，松子可能会给老年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首先，让我们谈谈刘奶奶的经历。食用特定种类的松子后，她罹患了一种称为松子嘴 （Pine Mouth） 的症状，其特质是苦涩的金属围觉扭曲，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本身并无害，但隐藏的问题在于，当食物和水突然变得难吃时，许多长辈会不自觉地减少进食和喝水。此外，对于已经面临非自愿性体重减轻或脱水风险的人来说，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副作用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包括衰弱、维生素缺乏，甚至住院。人们往往低估围觉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然而，松子的问题不仅于此，这种特定坚果可能与常用药物冲突是主要的担忧之一。松子中发现的某些化学物质有能力改变肝脏处理药物的方式。老年人最常开立的药物类型包括血压药、胆固醇药和情绪调节药物。危险在于药效降低或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此外，因为许多临床医生仍不完全了解这种关联，大多数长辈从未被警告过。还有发炎的问题。松子中所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非常敏感且容易氧化，特别是如果坚果保存不当或在架上放置过久。当氧化时，这些脂质可能会增加发炎，而不是减少它。这对于正在处理关节痛、关节炎或代谢症候群等发炎性疾病的人来说，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此外，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吃松子，因为它们经常被烘焙在食谱中或混合在酱料里。误吸风险是我经常在老年病患身上观察到的另一个问题。由于体积小、表面光滑且容易不小心吸入，松子对于服用会导致口前，这在60岁以上非常常见药物的人来说特别危险。当你将这一点与年龄相关的吞咽反射改变结合起来时，就存在隐藏的枪壳隐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强烈建议常被远离松子。
有许多替代品可以提供风味和好油脂，而没有这些风险。食物应该是保护和滋养，而不是使情况复杂化或危害健康。你现在知道该吃哪些坚果以及该避开哪些了。然而这一切如何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活力、记忆、心脏，甚至亲密关系？在最后的讯息中，我将帮助你建立连结，并证明这些微小的决定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在你这个年纪，你总是可以改变健康的轨迹。一次一口医师的最后忠告：做出改变，永远不嫌晚。回想这些年来，我与60、70甚至80岁的人面对面坐住的时光，我发现了一件深刻的事：我们不是被岁月击垮的，随着时间推移，重复的小习惯，要么让我们变强，要么巧妙地削弱我们。而食物通常是那个故事的核心，特别是像一把杏仁这样微不足道且看似无害的东西。我们今天讨论的8种坚果中，有4种是我坚信每位长辈每天都应该食用的：开心果和桃杏仁和巴西坚果。它们有效，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时髦，或是在高档健康专区被发现。它们保护你的心脏，提升甲状腺和异固酮，强化骨骼和大脑，改善睡眠，并让你再次掌握自己的健康。然后我们检视了另外4种：夏威夷豆、松子、腰果和花生。它们正在巧妙地做出相反的事情，引起发炎、干扰药物、升高血糖，并不必要地导致体重增加甚至减轻。它们大多数被宣传为安全或至少是健康的。然而60岁以后，你的身体会改变。过去给你能量的东西可能会突然让你感到昏昏欲睡，过去能轻松消化的东西，现在可能正在导致你甚至不知道与饮食有关的问题。我想对此说明清楚，不只是作为一名医疗专业人员，而是作为一个见证了我关心的人、默默挣扎的人。你没有坏掉，你也不会太老，你的健康仍有希望。当你今天醒来时，你的身体仍在倾听，它仍在进化，并且它继续对你每天做出的微小决定做出反应，有时是以惊人的方式。我见证过一位男士通过将花生换成开心果，在没有服用任何额外药物的情况下降低了血压。我也见过那位每天吃1颗巴西坚果后感觉活力回归的女士。一对夫妇在开始将核桃作为晚间零食后，几个月来第一次发现他们能一觉到天亮。这不是奇迹，这是生物学。当你给身体提供适当的营养时，这就是你的身体在执行它预定的功能。因此，在明天早上走进厨房或本周稍晚经过零食区之前，花点时间思考一下，回想你至今学到的课程，做出明智的决定。你不必完美，你不必一次做出所有的改变，但是选择一样并坚持下去，那是改变的开始，因为这超越了血压图表和胆固醇读数。这是关于醒来时感到安稳，记得来访邻居的名字，能够多走一会儿路，笑一笑，并多握一会儿手。这是关于在亲密、大脑和情感层面上以及身体层面上全心投入这场人生游戏。我是高医师，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在我们结束之前，请告诉我你今天来自哪里。请随意提出任何问题，并在下方留言。别忘了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顶尖的银发族健康建议。我想知道，如果你正在观看，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如果这个影片与你有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0。重视你的活力，
清晰度和自信仍然是可能的，你并没有老到无法再次感到强大。如果你喂养正确的食物，你的身体会给你超出预期的回报。首先从坚果开始，让它成为你对自己和身体发出的第一个讯号，你已经准备好要蓬勃发展了。